好，很好。来，嗨，三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。我画错了，都抓不到。对呀、所以英姐真的开错，改 B， 改音，大家做技术，改印是小姐哈，你们的改印是在认真的要当警察哈，刑警哦，哇。8点了嘞，哦，真的哦、还没回来。好，没关系，你看什么没有关系。没关系哈。我们要祝福姐姐要考上最棒的，对，最棒的学校。哇，不简单呢哈。科几张？以后我们看到她都要立正站好了，不能做坏事哦。对，哇。那你要帮她捶背了。哇，以后要不要像姐姐这样，两个姐姐都那么棒？哦，先吃完，先吃完。我在你前面，你不要喷到我前面了，我有假辣了哇！好，我不要跟你讲话了，你一直笑，等一下又喷出来。好，美人头，美人头回来了，你说。好，我跟姐姐后先努力后，不管你哦，你慢慢。安古嘎啦和格伦。喂。嘎啦和格伦。哎呀，好。他说，穿山甲和鹿为什么很高兴啊？我们安古嘎啦，嘎啦和格兰嘎。我刚讲你的。嘎啦和格兰，嘎啦和格兰。很累的念这本书。这这本书就是要练习拼音。嘎啦和格兰，嘎啦和格兰。努阿伦阿都马鲁嫩。嘎啦和格兰哦，好，保重，请多保重。拍到那里会出来。哦，我要接招哦。很好。哇，下一次我如果车子可以停在这边了，我就会拿电脑开始直接让你们听哦，这样会比较好。然后呢，你听嘞，好像很会呢，我看看对不对？不对。来，念给我听。以前都没有认真哦。很认真。有，他很认真，但是那个手脚没有办法停住哦。来。哎，停。来，眼睛。马大，看这里。停。你已经念对了，但是后面来。对，你看姐姐念的多好听啊！乌马安。好，眼睛你对。好，乌芒古里。嘎啦汉堡。嘎啦呵。是你的音节画错，所以姐姐也不知道怎么念了啦。嘎啦呵哥，来，你这个嘎啦和格伦。一起来乱念。我们安古哈啦格伦。哎呀！南古嘎啦哈。你要跟那个米布姐姐学习哦，你看。对，嘎啦和格认哦。小鸡的表情有被拍到，还有幸好我在没有被拍到。现在一直都在拍你。来，现在一直都在拍你，你知道吗？明年你就知道了哈。明年我把整个影片把它整理好，你就知道了啊。不要。来，嘎啦和个烂，嘎啦和个烂。嘎啦和。一直听到那个米布说嘎啦和个烂，现在才发现原来念错了哈。嘎啦和个烂，哪里有个烂？答对了。音节画错真的影响很大。
好，啊认哦啊认，啊能滴滴，能滴滴好，好像是我在负责呢。来，阿杜对，马鲁勒，你虽然画的不怎么样哈，有画对哦。好，等一下换你们两个念给我听哦，一人一句哦。可以呀。不行啦。当然可以，当然要啊。好，来，好，再来中文给我来。中文。乌龟和猴子来拜访他们。和猴子来拜访他们很棒。了，主语，拜来，访他们的。看这里了，来，我要。啊，你听姐姐念哦。印哒这你没有给我看到。当然不是这样，好，想看哦，你看哦。姐姐的概念非常的正确哦。原来你有记住老师讲的这个关键啊。来，呆腻，还有人时间这样的耶。上课就上课，还有时间耶，这样。好，我想说爬下去也很惨了。来，很惨哦，惨到底啊！好，好，大呆腻，然后对，会跟姐姐的脚步哦，慢慢画。好，我们这一行画完就开始念了。长拉爱奈我看一下，到底让爱张拉安，这里为什么有十字架呢？不是，我要把它分开。还有这招哦。张拉安，好。我们光擦这个就长，这个手就长老鼠了呢。哦，认真点，阿妈煎水饺给你们吃。已经很认真了。哦，我在看你在笑。按，我在看你在笑。我的黄脸，然后再录屏出来了。我来煎水饺。哇，不好意思了，这样太忙了。老师说可以考试了。可以啊，你在那去。不要。我就会在你这里。哎，时间到了吗？好，可以休息一下。最主要的是你呢，你呢，这个给你呢。我考。姐姐可以考了，姐姐的能力真的很好。我来煎水饺。叫阿姨帮我报名。好。我再看看那个。好，你如果有些，我今天中午，我先断掉。你不一定要考哈，因为你的英